好，来继续来看外交部长吴钊燮来接受到近日印度的独家专访。这个印度的电视台有2亿8千万的观众。吴钊燮讲，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有经过民主选举的台湾政府，才当代表台湾人民。伊嘛呼吁印度甲台湾双方来合作，为国际来做出着贡献。也毋过，这个专访播出了后，阿强的这个军机早起8点，佮拢入来台湾西南边的空隙，15点钟内扰乱台湾2届。Chinese seems to be threatening the Indian press. Not to report about Taiwan's National Day, but India to us. 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今仔日印度电视台的专访，感谢印度支持台湾，嘛讲台湾毋是中国的一部分。China cannot represent Taiwan internationally, and only the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in Taiwan can lawfully represent the Taiwanese people. 吴钊燮伫25分钟的专访当中，呼吁印度政府和台湾合作，为国际做出贡献。Taiwan and India can work further with each other. 不过，两岸关系也是真紧张。国防部发布动态证实，中国解放军一台运8反舰机15号暗时6点进入台湾西南空域，无想到16号2时8点，搁一摆来进入西南空域，互国军公布来驱离。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4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共机伫短短15点钟以来2摆来扰乱台湾，嘛是10月以来的第11摆。两岸军事相拼的辣头，搁继续来升温。